由大城幼儿园高追的小朋友来亚飞机，传领114年淡市南区模范父亲甲选结婚夫妻进场，接受众人的祝福，嘛共同见证因为家庭的付出甲爱情的力量。南区区公所今年由里办公处甲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的12位模范父亲，有从男女高龄90岁陈灿宏。有进一步核选市府金砖爸爸的过境批顶人，拢一一由区长肖秀华代表市长致情鞭纳，也有各界企业的好礼相送，恭喜声不断。模范父亲，掌声恭喜！今年表扬有12位爸爸模范父亲，那最高龄的是我们彰南里高达90岁的爸爸。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父爱如山。父亲是家里最大的一个支柱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扬活动，来彰显父亲的一个伟大。会中另外一个焦点，就是今年替选结婚夫妻打扮高中婚纱，除了替因少年时无多穿婚纱愿望，嘛要见证因牵手行过一家子斗阵的秘诀。平常相处都很好啦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沟通啦。公所一年一度的模范父亲甲选结婚表扬，嘛因为有企业的小厅，互因愈办愈闹热，祝福满满。其中，市历史上美学管理协会的连续第5档动员专业的美容师来替爸爸化妆，透过上新的科技美容，互因改头换面，更较缘投，嘛用电波负压仪器替电酷酷的金甲头掠灵。好欢喜，才受表扬的同时，也有化妆甲疏解压力相同的享受。心情非常的愉快，真的很高兴。我很久没有被化妆了，今天化妆好像比较帅一点。人生第一次体验这个化妆的乐趣，希望祖孙快快乐乐长大。想说做一些关怀社会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的带领我们协会的师资团队帮妈妈他们化妆，也帮爸爸他们也做一些保养，然后呢水当当的上台做一些表扬，然后我们在那个礼物上呢，我们特别规划的一些保健跟一些保养的一个礼盒，也回馈于那个辛苦的爸爸。以往可能对于婚纱这个部分呢，比较少提供可以穿的机会哈。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一个表扬活动，我们结合包括我们的静心，包括我们的一些美学相关的一个资源来整合，让我们的钻石婚的夫妻们能够重现过去以往的一个风采。透过众人欢喜的祝福声中，南区一年一度的模范父亲甲选结婚表扬，除了献上敬意，嘛希望互爱甲感恩代代延续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